之前同大家介紹咗嚟緊將會係 Pokemon 嘅30週年，所以預期25週年卡牌嘅價錢都會持續上升。而呢一盒25週年嘅金盒已經上升到去差唔多4500蚊港幣。今集會同大家繼續分享有升值潛力嘅 Pokemon 卡。Pokemon 卡價錢高企，而且啲卡越嚟越貴，不過亦都無阻全球 fans 繼續搶購，特別係一啲限量版同埋特別畫風嘅卡。而今集介紹嘅郵票盒特典卡就集合咗呢兩個原因。呢一款2021年 Pokemon 同日本郵政合作推出嘅郵票盒，限量8萬盒，入邊有2張浮世繪嘅特典卡，構圖靈感嚟自鈴川思宣嘅作品《美人回眸》，同埋歌川廣重嘅《月亮與硬》。呢兩張經典之作，除咗喺今次同 Pokemon Crossover 之外，喺最早1949年嘅時候已經有推出紀念郵票。而呢兩款初版嘅郵票非常之罕有，深受日本郵票收藏家嘅愛戴。而今次加埋比卡超嘅聯乘，近日受到收藏家嘅關注，原盒價錢已經升到歷史嘅高位11萬日圓。而入邊張比卡超特典卡 PSA 10亦都差唔多去到13萬日圓。卡盒入邊除咗有2張特典卡之外，入邊當然會有埋郵票，令到呢款卡盒除咗卡牌收藏家會收藏之外，亦吸引咗郵票收藏家收藏。喺兩邊通殺嘅情況之下，亦係呢一個額外嘅因素，令到呢一個限量郵票禮盒咁搶手。咁唔知你又點睇呢一款卡盒嘅升值潛力呢？